主席，今次嘅財政預算案係提出以創科推動經濟轉型，培育新增長點，方向係值得支持，亦都與國家推進人工智能加以及新質生產力嘅大方向互相呼應。我認為預算案既要着眼長遠嘅發展，亦都應該真正回應市民同埋打工仔嘅需要。衡量創科投資係咪成功呢？關鍵唔應該只係投放咗喺多少嘅資源，更加應該喺各項嘅措施能唔能夠用心去執行，落到實處，真正轉化為培訓嘅機會、就業嘅機會、提升打工仔嘅就業力呢啲嘅方向咧去做足，令到在職嘅僱員能夠跟得上轉型，能夠青年可以見得到入行同埋向上流嘅機會，亦都等市民睇得見、感受到公共服務因住呢個科技應用而提升到佢哋嘅效能。所以今次我想集中講3點：在職打工仔轉型培訓、政府 AI 嘅示範同埋青年入行嘅路徑。首先，近期有唔少嘅研究亦都反映啦 ，AI 其實對職場嘅影響咧已經開始越嚟越見到啦。有研究指出，大概85%嘅企業咧喺 AI 嘅應用之下咧，已經開始出現一啲職位嘅變動，尤其係一啲初級嘅職位，佢哋嘅削減亦都越嚟越多。亦都有研究指出，掌握 AI 技能嘅香港員工咧，其實佢哋嘅薪酬咧係有升幅嘅。呢啲嘅數字講明咗 AI 帶嚟嘅既有壓力，亦都有機遇。關鍵係在於打工仔可唔可以係及時裝備自己，而企業同埋政府又能唔能夠提供足夠嘅支援。對於唔少嘅基層、中年、中小企嘅打工仔嚟講咧，轉型嘅難處咧，其實係在於一個叫變革管理 （change management）。唔少嘅企業咧，佢就算係引入咗新嘅系統啦、新嘅軟件，亦都未必願意同步去投放足夠嘅資源去培訓佢哋嘅員工。結果咧就會出現咗科技到位，但係人唔識用或者唔願意去用呢個心態。因此，我認為咧，政府喺設計呢啲科技轉型相關嘅資助項目嘅時候咧，應該加入啲清晰嘅指引、清晰嘅培訓安排嘅要求，鼓勵申請嘅企業其實喺引入新嘅系統軟件同時，同步應該投放適當嘅比例嘅資金去培訓佢哋嘅員工，令到呢個科技嘅投資嘅效益咧可以完整咁發揮。預算案提出咗咧優化僱員再培訓局嘅職能，我係非常之支持。本人作為僱員再培訓局嘅諮詢網絡委員咧，最關心嘅唔係課程開咗幾多，而係內容究竟能唔能夠切合到市場嘅需要，適時補充轉型中嘅一啲嘅技能嘅缺口。現時政府咧亦都提出咗要將再培訓局改革，變咗做一個以技能為本嘅培訓平台。下一步嘅關鍵咧，其實係點樣將個課程設計得好，將個技能可以認證、實習、實訓嘅同埋職位咧，要去更加緊密咁連接落嚟。我哋應該緊密地同院校、工會、專業嘅團體同埋企業嘅網絡一齊去更加多嘅合作，令佢提供更加清晰嘅進修同埋轉型嘅階梯。對於打工仔嚟講咧，最實際嘅從來都唔係課程嘅名目有幾靚，而係學完之後可唔可以用得到，幫佢哋轉到工、升到職、加到薪。如果課程同埋職位、技能晉升嘅路徑可以更加貼實咧，再培訓局嘅改革先至可以講話係真正幫到大家。講到底，科技嘅轉型咧，唔能夠只係停留喺硬件同埋系統啦。政府要撥款嘅時候咧，將人放喺個設計嘅中心，將培訓同埋認證嘅要求咧寫喺資助計劃，我哋令到個打工仔真正可以分享到我哋所有創科嘅紅利。第二，政府本身咧亦都要發揮同埋數據、人工智能帶動成個轉型嘅一個示範作用。呢個關乎咧唔係就係個別嘅系統嘅升級，更加關乎咧係成個治理系統嘅模式，可唔可以由經驗主導走向數據主導，由事後嘅回應走向精準嘅施政。預算案提出成立 AI 效能提升組，撥款1億元去加速成個政府嘅數字化嘅轉型，由公務員學院聯同數字政策辦公室為公務員去提供一啲 AI 嘅培訓。喺 AI 嘅就業服務方面咧，根據當局嘅回覆咧，其實係勞工處計劃緊用 AI 優化互動就業服務嘅網站，去做一個配對嘅功能。
而且咧係利用呢個平台嘅數據咧係做一個訓練嘅喎。佢哋預計2027年中咧就可以分階段推出呢個服務。我覺得呢個方向係非常之值得支持嘅。我亦都期待政府可以善用大數據去做多角度嘅勞工市場分析，包括點樣去識別一啲長期有招聘但係申請又好少嘅工種啦。招聘量瀏覽量好高，但係申請率又非常之低嘅一啲職位，以及僱主要求同埋我哋嘅求職者嘅技能之間究竟個缺口位喺邊？呢啲嘅數據咧係好值得再去分析嘅。如果做得好嘅話咧，人工智能就唔係就係幫人揾工咁簡單，而係可以更加主動咁揾出呢個市場嘅錯配，從而去改善，令到求職者可以提供到更加精準嘅職位建議啦、培訓建議啦，甚至佢哋嘅轉型路徑嘅。推動就業服務係由人揾工變到工揾人。同一時間咧，政府內部咧亦都將 AI 嘅培訓由概念嘅層面要落到具體嘅一個崗位，按職系職級可以分層去推進。前線同事已經學會嘅可能係 AI 點樣去改善佢哋嘅行政服務啦。中層嘅管理嘅可能就要學好點樣去用呢個數據工具去重整佢哋成個流程，提升效率。高層嘅領導咧，可能就要學懂嘅點樣去用呢個 AI 去做個治理啦、風險啦，甚至係資料嘅安全。只有咁樣嘅話咧，成個預算案1億元嘅 AI 投資各類嘅培訓安排咧，先至唔會淪為零散嘅項目，而係真正可以全面優化政府流程嘅運作。如果政府喺就業服務同埋公共服務上面咧，能夠做得出一批睇得見 AI 效能嘅話咧，對市民嚟講其實係比任何宣傳口號係更加有說服力嘅。第三，我關注嘅係青年入行同埋佢哋嘅職業路徑。今次預算案喺實習、科研、創科支援方面咧，都講咗好多嘅安排方向，同我一直提倡嘅實訓、預聘、就業嘅路徑係非常之接近嘅。呢個路徑唔應該只係服務於最有資源、最有學歷嘅一批青年，我哋要照顧嘅係唔同起點嘅青年，包括職專嘅學生，包括完成咗中學之後較早進入職場嘅一批青少年。教育局喺本年度開支預算入邊咧，亦都將專上與職業專才嘅教育列為獨立嘅綱領，相關嘅撥款為56.6億元，顯示政府咧亦都唔係只係重視傳統大學嘅教育，亦都有將職業專才嘅教育咧放喺青年發展嘅重要位置。我認為唔少嘅青年嚟講咧，最關心嘅未必係能唔能夠就係讀到大學或者讀博士，而係可以一個接得上未來工作嘅一條路。就係就業力啦。我建議政府咧係要更加善用北部都會區河套，為香港現時嘅青年人咧呢個就業服務同埋地區嘅網絡，可以將院校、企業、社區資源咧更有系統咁串聯起嚟，以職專教育為重要嘅路徑，為唔同起點嘅青年咧提供分層嘅數碼技能啦、人工智能啦呢啲咁嘅工具應用、實訓同埋就業嘅銜接支援。等學生可以較早入職場嘅一啲青年又好，學生也好啦，可以睇得到佢清晰嘅就業嘅路徑。尤其喺北部都會區同埋河套，未來係會匯聚好多創科同埋跨境嘅合作機會。我哋要適合去結合成個院校啦、職訓機構啦、企業啦幾方面，去將呢個發展咧真係可以貼實呢個實際工種嘅需要，一個實訓嘅機會、預聘嘅安排、培訓嘅網絡，呢啲都可以全部咧係真係幫得到產業嘅發展之餘咧，亦都可以幫到我哋青年嘅入行就業嘅。而現時嘅青年嘅實習咧，同埋創科嘅實習機會咧，我認為個評估唔應該就係睇有幾多嘅實習人數同埋滿意度，我哋要追蹤嘅仲有佢哋嘅留用率同埋入行率，睇有幾多人係可以真正係留喺本地做創科行業嘅發展，原機構聘用，先至可以做到咧真正入行留得低發展到。主席，政府喺創科人才同埋產業升級方面咧，已經有一個好好嘅起步，方向係值得支持嘅。但係下一步係要將呢啲投入更加好地連接就業培訓同埋職業嘅發展，令到年輕人可以睇得到佢哋嘅入行嘅機會，在職嘅員工睇得到佢哋轉型嘅路徑，公眾亦都睇得到 AI 真係可以幫助到大家嘅一個能力上嘅建設啦，服務上嘅改善。如果科技嘅投資能夠逐步轉化為市民嘅就業力，
企業嘅人才嘅儲備以及香港整體嘅競爭力咧，呢份預算案嘅作用咧就可以更加充分地表現出嚟啦。本人亦都會繼續去跟進打工仔嘅培訓啦、青年入行啦、職業發展工作啦，推動政策落地。多謝主席。